你知唔知道，不論你幾月幾號出世，都有一個屬於你嘅守護花。呢個咧唔係我亂講嘅，而係出自中國古畫裏邊嘅12花令。1月梅花，你係最早迎接春天嘅孩子。梅花開喺嚴寒裏邊，傲骨凌霜。正月出世嘅人咧，自帶一種堅韌同埋勇氣。你嘅守護花話俾你聽，唔好怕做第一人，冷蕊寒香，自有風骨。2月杏花，你係生命中蓬勃嘅代表，因為杏花開嘅時候滿天爛漫。2月出世嘅人天生帶有才華同埋活力，總能夠捉住機會綻放自己。3月桃花，唔使多講，你就係桃花運本人。古時咧3月3嘅時候，青年男女都以桃花嚟定情。3月出世嘅人咧，天生受人喜愛，人緣好，精力充沛，一生不缺溫暖同埋浪漫。4月牡丹，你有花王守護，天生貴氣，儀態大方。牡丹一開，花開富貴。4月出世嘅人咧，佢往往不願意平庸，要麼唔出手，一出手就要動驚醒，格局大，氣場足。5月石榴花開得又靚，又係一種辟邪嘅花，守護住你。石榴花咧艷而不俗，自古咧就代表住一種熾熱嘅力量同埋祥銳。5月生嘅你咧，熱情明媚，總能夠吸引人嘅眼光，亦能夠為自己同埋身邊嘅人帶嚟好運。6月荷花出污泥而不染，就係你嘅底色。荷花咧全身都係寶，默默奉獻。6月出世嘅你咧，往往內心清澈，外表從容，特別靠譜，就好似荷花一樣，總能夠俾人滋養同靠譜。7月玉簪花，你就係花神化身守護嘅人。玉簪花咧潔白清香，仙氣飄飄。7月出世嘅你咧，氣質就有一種獨特嘅清雅同溫柔，不爭不搶，但令人過目不忘。8月桂花，你嘅守護花就係冠壓群芳嘅桂。自古節貴就意味住拔得頭籌。8月出世嘅你咧，往往聰慧好強，追求卓越，而且自帶清香。唔單止係好人緣，更係實實在在嘅能力同埋成果。9月菊花，你被象徵住長壽同君子嘅菊花守護住。9月深秋，菊花開得從容淡定，呢份底氣咧，亦都屬於你，不急於喧嘩，自有風骨，經得起風霜，亦守得住長久。10月芙蓉，你嘅守護花好特別，一日3變，被稱為3最芙蓉。10月出世嘅你咧，往往聰明靈動，適應力強，擁有多面嘅魅力。你能夠喺唔同嘅場合展現最恰當嘅自己。11月山茶花，你被斷頭花守護，唔好怕，呢個係讚美。山茶花咧凋零嘅時候咧，係成朵脫落嘅，決絕而壯烈。11月出世嘅你，往往愛憎分明，做事乾脆，對自己選擇嘅路咧有一種執着嘅浪漫。12月水仙，你被年中嘅祥瑞之花守護住嘅人。水仙長長係喺垂直綻放，寓意住好運連連。12月出世嘅人自帶福氣同清雅，歲末寒冬中，你總能夠帶嚟美好嘅希望同埋祝福。所以咧，每個人都唔係憑空而嚟，你帶住一朵花嘅祝福，可能喺度暗暗咁影響住你嘅性格，亦喺度默默咁守護住你。揾到屬於你嘅嗰個守護花，喺評論區話俾大家聽，睇下最多嘅係邊種花。關注錢錢，請翡翠唔踩坑。